客人本身最主要想改善牙齒牙縫寬闊同埋明顯門牙長度不一嘅問題，揾咗我哋 Close Smile 度做牙貼面。我哋先幫佢做 CT 掃描，之後就會進行備牙。因為本身門牙長度唔同嘅關係，我哋喺呢個步驟會重點幫佢修正牙形，可以睇返備牙嘅前後分別唔大，大約7到10日訂做好牙貼面就可以進行安裝。首先會同客人試戴牙貼面，俾客人預覽安裝牙貼面嘅效果，確認微笑線設計同埋牙貼面顏色。客人滿意就會進行安裝。安裝完之後，客人牙齒整齊，最重點嘅牙縫位置都改善咗，微笑線設計後嘅牙齒弧度非常自然，牙齒有返自然嘅乳白色同原生牙齒會有嘅紋理。